一個小故事。呢一個媽媽第一次參加家長會嘅時候，幼稚園嘅老師同佢講：你個仔呢，好似有過度活躍症啊！喺張凳上面係咁跳3分鐘，都好似唔想落嚟咁。我諗你最好睇佢係咪有啲問題，或者去睇下醫生啦。回家嘅路上，小兒子問呢一個媽媽究竟老師講咗啲乜嘢？媽媽佢鼻子一酸，差啲流下淚，因為全班30位小朋友，唯有佢仔仔嘅表現最差，唯有對佢表示媽媽唔介意，先至可以過到媽媽嘅心理關口。但係媽媽依然都記住老師對住佢小兒子不屑嘅樣子。最後媽媽咁樣同佢個仔講：老師表揚你啊，佢話寶寶你以前本身呢就喺張凳上面係坐唔到1分鐘嘅，而家坐到成3分鐘咁多啊！其他媽媽都好羨慕我，因為全班只有你係最進步啊！個仔聽完之後，嗰晚破天荒食咗2碗飯，而且仲唔使媽媽餵。後來兒子上小學啦，喺家長會度，老師同呢一個媽媽講：全班有50個同學，呢一次嘅數學考試，你個仔排第40都幾差。我懷疑佢智力上面都好似有啲障礙，你最好帶佢 check 一 check 咯。返屋企嘅路上，個媽媽流淚，但係當佢返到屋企，佢就對個仔講：老師對你充滿信心啊！佢話你唔係一個蠢嘅孩子，不過呢就要細心啲，咁樣就好容易可以超過同你同班坐你隔籬嗰同學噶啦。嗱，依次呢個同學就考21。講呢句話嘅時候，佢發現佢個仔暗淡嘅眼神之下充滿咗光，沮喪嘅面亦都一下子舒展開嚟。佢甚至發現個仔溫順得令到佢吃驚，好似長大咗好多咁。之後個孩子上咗初中，又一次家長會啦。呢個媽媽坐喺個仔嘅位上面，等待住老師點名。因為每一次嘅家長會，佢個仔嘅名字都會係喺排列最差嗰一班被點到。但呢一次就出乎佢嘅預測，直到結束都冇聽到佢嘅名。佢有啲唔係好習慣啊。臨別之後，佢去問老師。老師同佢講：按你嘅仔而家嘅成績呢，其實考高中都有少少危險。佢走出校門，發現個仔喺度等佢。路上面佢扶住個仔，心裏面有一種講唔出嘅甜蜜。佢同個仔講：班主任對你好滿意，佢話只要你努力，都好有希望可以考上重點嘅高中㗎。後來個仔高中畢業啦，第一批大學取錄嘅通知書嚟嘅時候，學校打電話叫佢同個仔去學校一趟。呢個媽媽佢有一種預感，個仔應該係俾大學取錄咗，仲要係有名嘅清華大學。因為喺報考嘅時候，佢曾經同個仔講過，佢相信個仔可以考入呢一間學校。當仔仔從學校返嚟，將一封印有清華大學招生辦公室嘅特快專遞交到佢嘅手。
佢轉身跑到自己房裏面大喊，係個仔喊，個仔邊喊邊同佢講：媽媽，我知道我唔係一個聰明嘅孩子，但係呢個世界上只有你識得欣賞我。呢個時候佢悲喜交集，再忍唔住呢10幾年以嚟積住喺心裏面嘅淚水。其實一句鼓勵嘅說話係可以改變一個人嘅觀念同埋行為，甚至可以改變一個人嘅命運。而一句負面嘅話就可以刺傷一個人嘅心靈同埋身體，甚至毀滅一個人嘅未來。你會點樣選擇？